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苗栗白沙屯妈祖7月初5要起驾，到云林北港来进香。而这个北港有一阵信徒为着要迎妈祖，是做大基香，已经连做19年了。这支大基香有2公尺悬，40多公斤重，一路点道对着妈祖来进香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信徒想讲这个绕境可能会来取消。想袂到有一个信徒讲，伊连续4届民望着妈祖甲指示，讲一定会绕境，叫伊着爱赶紧来做大基香。伊一开始讲毋相信哦，一直到庙方来宣布讲要来绕境，伊带一大条，赶紧请这个师傅赶工做香。这是当年苗栗广田宫白沙屯妈祖起驾，万外人追随的场面，其中有信徒跟一支足大支的香，一路对妈祖的銮桥行。大基香是云林北港的信徒用中药材手工制作的，一年做7支，一支2公尺悬，40公斤重，然后地比人搁较悬，而且会请画师来画。一支才来做偌久？半年。大基香制作的过程足复杂的，信徒讲，当年对中秋节开始，一路做到过年的元宵节，但是无想到讲今年有疫情。肺炎的关系，它漫步全球，这个进香的活动到北港进香活动是不会去举办的。马伟玲是虔诚的妈祖信徒，就是讲今年袂绕境啊，所以甲做好的大基香风淡风存。无想到讲望着妈祖来催工，圣母就来跟我讲，弄进就跟我讲说，端午节过后，活动就会开始，你一定会来不及，你一定要去画。那我还是觉得我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马伟玲讲，伊望着妈祖4摆，但是嘛是真铁气，一直到苗栗白沙屯广田宫宣布讲要搁开始绕境，该带一条，赶紧请师傅来赶进度，起驾进前，甲7支大基香拢总画好，对妈祖做伙进香。